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日公司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陈怡真。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选罢法、宪法诉讼法甲在位法这三大法案的修正案，伫立法院三读通过。民进党团讲可能会申请释宪，或者是行政院长提出护机，甚至是行政院唔附属、总统唔公布法案等等的方式来阻挡。不过，若安尼是在野党提出倒戈，总统嘛就爱甲国会解散。用极端的方式，干那会互政治的对立变更较严重。立法院整日伫调野冲突之下，通过选罢法、宪法诉讼法、甲在位法三大法案修法。对此，民进党表明会尽一切救济手段可能方式，包括释宪。行政院长提复议案，也阁有联安旅委提及行政院长不附属、总统不公布。也毋过破出来是在野党提出倒戈案，也会面临总统解散国会。党团总调郭建民强调，等20时立法院行使大法官人事同意权了后，会陆续开会讨论应用。三读的法案离送到行政院还有一段距离，议会结束了，大家过年以后再好好想一想，冷静一下。执政党就不应该有当家闹事的想法，更不应该要持续的造成朝野互相的对立，好好的接受多数民意的声音。南亚立委表示，若不附属不公布，会引起行政风暴。或者苏主教指出，行政院长附属权是执行总统，毋是对立法院，而且毋捌发生过总统不公布法律，或者担因轻命认为，若采用上极端的抵抗措施，只会升悬政治对立，僵局会愈来愈大。我觉得是政治上的终极武器了。那通常人家这样做，就是说我要跟你收哈，那就变成说，那这个僵局就扩大。我觉得这不是很妥当。同样的，总统这个不公布也一样会有这样的问题。比较可行的方法就是申请释宪，也许也可以提起这个法律复决。另外，刷落来还有选罢法加一地限、人福利法、也强制保护法、建材人事条例、公务人员退休资遣附属法、国土计划法等6项争议法案，条约高达无共识。所以会期结束进程，立法院冲突恐惊又会继续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在位法修正案三读通过，预估地方中央分予地方的税金收入要加拨3753亿。行政院长杜英台讲，若安尼是未来拄着天灾，地方政府就要家己去想办法。这款讲法引起在野的批评。杜英台解说讲，伊的意思是新法会害苦人变甲空空，希望外界唔通甲伊的话站头起尾。未来台风来临，行政院也没有任何的能力来到各个地方去。地震来临，地方政府要自己非常勇敢去面对。立法院财政收支违反法三读，行政院长杜英台这话确实引起在野批评。不过，伊伫暗时经由面册来公布全文，也爱外界看清楚才落笔。杜英台讲，伫新法之下，中央国库变甲空虚，伊强调真无愿意看到这款的代志发生，希望各界冷静来思考，是毋是有能力机会做补救挽回。难道未来地方补助只有赖友友能获得关爱的眼神吗？在民主国家，没有第二句话，就是道歉、辞职、下台。蓝营故意曲解卓院长的想法，国民党自己修恶法，再来攻击说真话的人。根据财政部初步试算，修法了后，台北市增加市全国第1名，新北市第2名，高雄市对500亿增加到745亿。伫非直辖市内底，新竹市是非6都内底上最，不过屏东县虽然前后109%，却是非直辖市内底上尾名。屏东县长周春美面册批评，讲修法无公平，有大南北差距。另外，台南高雄前后也排6都上尾2名，国民党、民进党继续互相批评。这个分配的公式是非常不合理的。可以说是北部吃肉，东部喝汤，南部连骨头都啃得很辛苦，绝对无法善罢甘休。我举手支持财划法通过，让台南市的分配款从322亿增加到485亿。对着在违法通过条约，各各县市拢有意见。偏县政府也发声明，讲新法忽视离岛特殊地理的需求，外出离岛是客观讲大海域面积，敢若以人口数甲营业业为主要计算的单位，造成分配不公平。记者综合报道。拜五暗时，有一只捷星航空的机帮要为东京飞来台湾，不过半中途有人无爽快，飞机是紧歇伫咧台北。有旅客就批评讲，这当事人的状况其实毋是爱随送去病院的程度，而且别的旅客要改机票返来台湾，航空公司嘛无补偿。
放伫花莲机顶突发状况的相片，有网友伫社公发文表示，家己暂时无法度返来台湾，因为原本坐12月20为东京成田机场起飞的班机，起飞1点钟了后，突然宣布要伫关西机场降落。机场的其他乘客也用影片记录唔知要安怎的民众，感觉家己真正真像难民。根据了解，这架最新的 GK11花莲机标定日本时间12月20暗10点15分为东京成田起飞，有计当天透早1点20分到桃园机场，也毋过机场亲像有2名日本女性乘客身体无爽快，随后就伫饭店0点18分紧急降落台湾的关西机场，也毋过迄当时机顶的医术乘客积极无医疗协助的急迫性。随着就是急救人员走下了那个飞机，他们甚至都带了就是 AED 那种就是电击器来了。那来其实有问他说有没有什么不舒服？那乘客表示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不舒服的，所以轮椅也没有用。不要说急救了，其实他们就在那边讲了大概20-30分钟。陆客表示，落机了后，方通知爱家己改坐班机，加上班机拢客满，多数拢家己提钱买其他航空的班机返台。也有陆客不满，最新强调班机取消才会当提款，改价无地地，机场无伫提款的范围，所以中买的机票也无法度补偿，亲像风棒混搅。伫台湾要飞日本的旅客也因为花莲机取消，元旦假期也受影响。因为廉价航空通常它跟其他航空公司不会有任何相关的签转协议，所以呢，它不会帮你去做任何的后续处理。民众在搭乘之前，可以考虑先行投保所谓的旅行不便险。不少人出国旅游为着省省机票钱，会选择坐廉价航空，也毋过专家也提醒，若行程变动愈大，也是建议坐一般的航空，佮了解相关规则，互旅途更较有保障。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即阵大陆冷气团甲北台湾是吹甲冷叽叽。今仔透早马祖温度上低，敢若8度3，新北的石碇是9度5，全台湾日暗会愈寒，而且明仔载拜一落雨的范围会变大。虽然拜二温度会小可回升，不过拜四东北季风变强，温度会搁降落来。佛罗里达大岛郡的海面下，亚旦老人正甲伊的水鱼唱水助手，伫个山路搭中间游来游去，庆祝佳节来到。8岁亚旦老人是用小船来代替，为亚马逊部落的囡仔来送温暖。镜头搁转到中国内蒙古，归路的树木是穿着特别做的个蓬西衫，互今年寒冬显得特别温暖。因为冬天的话其实是比较冷色调的，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些用一些多巴胺的这种彩色的毛衣，为我们的冬日带来一些暖意。国内相关受到冷气团发威的影响，气象署早起对着新北、新竹、苗栗、宜兰发布低温的特报，有出现10度以下低温的可能性。透早全台上低温出现伫马祖只有8.3度，平地上低温伫新北石碇9.5度，北部甲东北部大约是12到13度，其他的所在早暗也偏冷。今天冷空气的强度是最强，不过呢，就是明天因为水汽比较多，也就是在南方云系北移的关系，所以云多下雨，所以除了北部温度会略微的回升，那中南部及东部地区温度甚至还会下降。天气冷叽叽，大陆冷气团报道，全台是愈暗愈寒，要注意2-3水汽增加，落雨范围也较大，感受较湿寒。到时阵三星公树以上的悬山、树枝的结霜也是有落雪机会。日时小可回暖，气温慢慢回升。不过刷来，元旦节过了后，而那个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温度会搁再下降，这方面落雨增加，有可会影响到礼拜。记者综合报道。意外消息来看，巴西发生一站严重的车祸，一台巴士若像车链胖骨失去控制，冲去对向的车道，和一台卡车甲一台轿车相撞。这几台巴士烧起来，尚无造成30个人死亡。小客车互即刻变形，边的巴士因为车祸起火，烧到即阵车体倾架。来美国加巴西当地2日透早，一台巴士为圣保罗出发，要去特奥菲卢奥托尼途中，煞机使车链变链，货车辆失去控制，撞去对向的车道，甲一台载满泰路的卡车相撞，起火燃烧，佮影响到一台小客车。O ônibus que seguia sentido Teoflotone pela BR-116 perdeu o controle, colidiu com uma carreta, onde veio a se incendiar. Posteriormente, veículo Fiat Argo, que vinha também em sentido Teoflotone.
虽然汽车驾驶甲乘客3个人拢幸运躲过一劫，验545名乘客，包括司机在内30多个人，煞未赴造成死亡。因为目击者表示，是卡车载运的商品落来，才互巴士弄到失控。暂时警方有员伫现场搜证，要厘清车祸原因。镜头跳去非洲国家奈及利亚，当地2日发生2件小 A 小塞事故，首都阿布加有9回发放亚等礼物，煞造成9000人烧钱摕礼物，发生民众小 A 小塞死伤。Why they don't open gate to us? Even though the security lie down, say, I beg, calm down, no way. Before you know it, so people they crying here and there, people they crying, people jumping on top of fence. 另外，东南部的社区嘛发生民众捐米油，还有现金了后，要发放给社区善食家庭的时阵，民众抢物资，发生小 A 小塞死伤事故。实际上，这嘛是当局过去3天以来，伫西南部社区101间高中办园游会，提供免费食品所发生小 A 小塞事故，造成35人死亡了后，佫一摆发生同款的悲剧。公视新闻台上编译。美国总统当选人 Trump 明年1月20日要正式就职，咱台湾是派立法院长韩国瑜带团参加。另外，拜登落任进前宣布第19届美武器予台湾。美台商会咧要讲，当 Trump 就任了后，赖清德总统会搁较拍拼，甲美国争取预算甲武器等等援助。斗阵翕相留念，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太太安倍昭惠，这个月中到美国，甲总统当选人川普甲夫人梅兰妮亚伫海湖庄会面。根据日本头卫新闻报道，川普除了讲到对安倍晋三的思念，更加讲到家己真重视台湾有事议题，讲中国甲台湾是关系到世界和平重要问题。今日明年1月20日，川普就职典礼，咱国祝贺团确定由立法院长韩国瑜率团参加。朝野按照比例来组成，我想这符合惯例。跟美国的智库还有友好的这个参众议员来做一个对话。看2005年美国前总统小布希就职时，是当时众议院长李婉铁率团；2009、2013年奥巴马就职，受当时立法院长王金平代表，开启国会议长去祝贺的惯例。不过2017年川普就职典礼，因为立法院院会处理中有算案件，改由前行政院长游锡堃出席。2021年拜登胜选了后，因为拄到疫情，然后由当时担任驻美代表的萧美琴出席。不過創下1979年台美斷交以來，頭一擺得到美國官方正式邀請的紀錄。At the inauguration of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Biden. 拜登下任之前，佫在宣布任内第19擺對台軍售。美台商會會長韓盧表示指出，有期川普上任了後，賴清德總統會更加積極向美方爭取進一步增加安全援助，包含國買新型設備甲系統等。希望这些安全伙伴可以提出更多的国防预算，来分摊这个防卫的责任。专家分析，川普第一任期时对台军售总额达到将近75億美金，包含最近到台湾的 M1A2T 戰車、海馬斯最講起錢，也有明年要陸續交付的 F-16V。所以，在川普2.0時代，咱方無敵卡會再向美方提出採買水面艦、M109自走炮，甚至 F-35戰機來提升國軍的戰力。記者綜合報道。第一屆全國台語政策民間會議起稿，包括政府的官員、民間團體甲台語學者攏來參加。主辦團體台語政策推動聯盟提出3項訴求：第一，要求政府成立台語的專職單位；第二，推動台語成做地方的通用語言；第三，推動台語成做學校的教學語言。期待政府甲民間合作，做伙發展台語。第一屆全國台語政策民間會議伫禮拜舉辦，有儕儕關心台語發展的民眾來參加，希望推動台語正常化，嘛呼籲中央地方政府愛成立台語相關的專職單位。大多數人使用台語無一個專職的部會，所以民間提出愛有這個台語復振委員會，我完全贊成。台文系教授柯惠如指出，伫1915年，台灣有8成的人母語是台語。目前政府的本土語言政策受過強調文化甲傳承，語言脫離日常生活，因為錯誤的政策，互華語、英語變做共通語，台語、客語、原住民語，互人囥佇咧本土語。伊認為應該調整過來，甲台語、華語變做台灣的共通語，客語、原住民語囥佇咧本土語言課程，甲英語改做重要的外語，安尼台語就有法度恢復伫日常的生活來使用。客話甲原住民的語言是族群語言，但是台語是通用語，所以台語毋是講倒一個族群的人講的語，伊是應該是台灣過去
中文来进行台湾人大部分台湾人讲的语言，而且袂使阁想要讲啊，即寡恁拢本土语，所以恁就拢做同款的代志，啊，恁就拢伫个课本内面就好。柯惠如表示，本土语言政策目前敢若伫咧文化部、教育部咧推动，伊认为其他的政府部门嘛要对咧重视。台语政策推动联盟讲，一天的讨论只是头一步，接落来会用实际行动来落实台语政策，互台语的发展变做目标。记者陈选柯敏哲台北报道。台湾着喙空癌的比例是全球第一。为着人民的健康，卫福部已告槟榔健康危害防治法的草案。未来卖槟榔爱登记配合检验，嘛要比照危害防治法，禁止民众伫公共场所食槟榔。这为卫生店甲有薪的负责人嘛袂当食。禁止食槟榔的场所，佮包括客厅啊、甲游览车，若违规会罚2000块到1万块。若原住民的族群因为传统文化是无受规定限制。槟榔业者表示，会当理解政府的想法，希望政府会当有一个宽限期，辅导业者转型，互店家甲消费者一寡生存的空间。台南咸水的柑仔尾是真出名，不过今年因为做风台，佮有家庭愈摊愈济，不三时就飞来田里偷食果子，所以今年的产量拢总减5成。农民上过来上过去，咧找较红的柑仔尾甲挽落来，台南咸水咸分地栽种的柑仔尾，即阵准备通采收。不过今年受到风台雨水济影响，地属人花期无介理想，佮加上家庭伫遮生拖甲真厉害，农民无奈讲，鸟仔有时捅一喙就无爱食。估算今年产量平因过减5成。现在好像秋天好像突然跑不见了，植物上在应付这个极端气候，应该是会拄到相当的困难点了。番茄虽然是严重，但是番茄伊是陆续会在采收，伊陆续成熟的时候，虽然它量不大，但是鸟啊足多。根本就红袂赴通食。田沟底一粒粒柑仔尾拢是互家庭捅过，农民慢慢单调，就惊暖气造成病虫害。针对鸟仔定来田林糟蹋，互做事人头壳冇咧烧。农民讲各种无共的防范方法拢试过，起头用红胶球，嘛用过红胶布，即阵就算用泡啊来吓惊，嘛无啥效。因着爱人伫田林过，无到时规缺会互鸟仔食了了。伊就是伫远仔咧行。伊就咧痛的，就是说它的危害程度比一般的鸟害更严重。即摆政府规定讲，我袂当泥盲啊落去掠，因为惊去掠着类似像咧保育咧，若有人去若有人去检举会罚钱，所以我拢唔敢去掠。就只好用赶。这个问题我来甲中央来反映因为八哥这摆影响越来越大的话希望能建立中央研拟一套来处置的作为给地方来依循外来种的家庭数量一直在增加，农民指出这个问题应该政府爱来斗相共，希望政府通比较掠青皮笃定的奖励方式来防治这款外来种。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嘉义县今年结合在地观光资源，举办高山地展览活动，为摆六开始连续9天的展览甲体验，配合旅游的路线，打造产业主题馆，介绍阿里山的地区甲咖啡园，希望推动在地产业的发展。地艺术透过体验活动，教民众安怎来去地方看地势、入捌地知识。嘉义县太和水利行顶桥到树通5大地区的地路，甲嘉义县政府做伙伫中部农会来举办高山地岛的活动，有特色的地势体验，阁有产业文化的展览。我感觉今年的茶都真正做好，生个做趣味的，然后内容拢做丰富的。对嘛足侪咱嘉义家己在地的茶农伫遮咧摆摊。咱占咱嘉义地区地产量上侪所在嘛，对。今年其实品质。数字有比往年较少一线，产量较少，但是品质我感觉比往年拢较提升。为12月2到29的活动展览当中，有地甲咖啡的文化产业馆，内底唔但有紹介地农、咖啡农以外，佮結合產地甲觀光路線的規劃，互民眾看展覽的時陣，嘛佮較入捌阿里山區的產業特色。我都有去體驗茶加威士忌，
迄真正足袂歹的，嘿，迄第一届看到。啊，拎起来嘛，就顺口诶。透过这样的展览呢，把台湾的茶给推出来，尤其是嘉义的高山茶，我们也有5大茶区的一个体验，然后360度的一个环境。那也包括说，我们有把茶跟艺术、跟花艺、跟我们的精工，全部都会结合在一起。除了活动的举办以外，嘉义县政府嘛邀请国内10间旅行业者做伙来签合作备忘录，希望透过旅行业者的资源，让产地甲产业会当透过观光带来发展。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天气报你知，再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13度到18度，中部地区13度到19度。南部地区13度到20度，东部地区13度到21度，外岛地区9度到18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晶。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报，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